你好欢迎光临你从哪个เชียงราย中国来吗你来看到เชียงใหม่喜欢什么喜欢很安静吗喜欢寺庙吗邓丽君的喜欢泰国水果芒果山竹你来เชียงใหม่第一次来吗第一次来哇OK我们可以邓丽君的唱歌吗纪念她好吗好吗请你先唱歌对了是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说话特别多哇你唱得很好谢谢来参观谢谢新年快乐欢迎你下次再来好吗不客气拜拜